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一年一摆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整个会议是改用视讯来进行。即阵有风声讲，咱台湾的外交部积极伫咧争取，要让总统蔡英文加入视讯会议，参与领袖峰会。不过，中国的外交部即阵是开声讲，叫咱困罔困，卖面梦。咱的外交部是表示。台湾自从 APEC 成立到大，一向拢是以正式会员的身份独立参加会议，呼吁中国唔好伫中伸脚出手，想要走动。今年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要伫马来西亚举行年会，因为疫情改用视讯会议，传出台湾外交部积极争取，要让总统蔡英文透过视讯会议参加领袖峰会。中国外交部表示，台湾派出的代表要符合 APEC 相关了解备忘录甲惯例，这是台湾参加 APEC 的重要政治前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坚定，任何方面都不要抱有幻想。台湾当局企图借机做文章、搞突破，完全是徒劳的。外交部回应，台湾自从1991年参加 APEC 以来，拢是以正式会员身份，毋是中国一部分，独立参加亚太地区上重要的经贸论坛，也不存在任何对台湾总统出席年会限制。中国外交部所谓“我方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与 APEC 的说法，明显错误。外交部严正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国际场合干扰台湾国际参与的权利，停止与台湾政府与人民为敌。去年 APEC 主办国智利受国内示威抗议影响，取消举办。原定3摆代表出席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未当去。过去蔡总统也捌委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出任代表。出席 APEC 相关战绩记录是马政府时期的前副总统连战甲萧万长。外交部表示，今年参加年会人选会伫适当时机由总统府对外宣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两岸的情势。中科院24伫咧屏东的九平基地，甲台东的三仙台试射飞弹做军事演习，引起中国的注目。中国的解放军的情报船伫咧这个月18开始就出现伫咧花莲的外海，而且一来就是1礼拜。另外，中国的军机昨毋若侵入咱台湾西南部的空域，甚至佫飞来咱东南部的空域。解放军有新的威胁台海行动，东部政府发布飞弹试射影片。根据多位新闻网分析，这摆试射飞弹被看作是解放军攻台第一轮打击火力。东方12底定带着飞弹对台湾恐吓意味十足。国军对于台海区域安全情势都能够及时的掌握，严密的监控。国军也会做好各项的战备训练，来应各种军事威胁，确保国防的安全。中科院只是暗时9点外，伫屏东九平基地飞弹试射范围为华东海岸到绿岛、南苏以东外海。台东三仙台也有试射飞弹，疑似以实弹武器进行高空拿炸。有看到怎样？一阵闪光，就什么都不见了。很大声吗？很大声。外界分析，这摆飞弹试射有可能是天宫3正停型防空飞弹的验证，佮因为上大弹道关度是无限悬，解放军情报船18度出现伫花莲外海1礼拜。或者分析，中科院武器测试往往是研发中的先进武器，解放军提高警觉，高度关心。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除了收集相关的，比如说飞弹的相关的参数之外，其实也可以了解它九鹏基地它的相关的测试场。相关的能量，甚至于相关的装备，它都可以做个推算。不止派情报船，真数试射数据解放军差不多逐工派军机照台25度了上台升，一群西南空域，高真罕见出现伫东南空域，甲情报船海空联合真数意味真高。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东南空域高度对空中所中共军机示意，若进入我 ADIZ， 影响我东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飞机首航推特表示，美军2架 B-1B 轰炸机25飞向台湾，国防部无愿意加做回应。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是趁着事件，就算中国无胜算，依然可能对台动武。或者分析这复现华府内部传出恢复美军驻台声音，落到中国底线可能引起台海局势动乱。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报纸拢谈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咱先做伙来看《自由时报》。中华民国侨会前一阵嘛为着协会要改名这件代志，因为态度真坚定，伫咧无要促进台湾独立相关的文件内底拒绝签名，转去予国际侨委联盟除名。中华民国侨会昨发声明讲，会伫咧协会英语名这部分，甲改做台湾，予国际社会会使认别。过来，咱来看联合报。农委会追讨保持局的台中分局局方亚讲有集体食钱。林政署和业主官这个月有相约谈，查出买我10名官员涉嫌接受业者招待去花天酒地，佮受人诬洗。其中追讨保持局4杨的秘书，因为涉嫌贪污，被认定罪证严重，而且有串证的疑虑。检方已经申请禁见，也被核准啊。即马4林的前科长等等3个人是以20万到60万块交保，即阵无排除有更较高层的官员涉案。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台湾尊正冰托 TDR 前一阵嘛伫咧交易嘅市场真热，估计是直直升。隶属证券交易所出手，针对 TDR 股祭出4大措施，昨出现 TDR 集体落停，包括越南矿、太金宝等等11档嘅 TDR 拢落停。分析师即阵是建议投资人准讲无了解市场嘅基本面，上好卖凊彩入场。再来，今日的报班报考，拜六和礼拜天气安怎有变化咧？即阵台湾继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部和东部的天气到后礼拜一拢会是湿湿、较凉冷的天气。今日暗时到拜一，因为华南风雨区小扫通过台湾，所以台中以北的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会落雨，出门就要加早雨伞雨伞。云图上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地区持续有灰白色的云系覆盖，而中南部地区天空稍微透光。值得注意的是，华中跟华南一带有明显的云雨区发展，预计从周六晚间到周日会陆续通过台湾的上空。因此，周六的白天，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仍然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短暂阵雨。预计从周六的晚间到周日这一段时间，随着华南云雨区陆续东移的情况之下，北部东半部地区除了降雨更加显著之外，中南部地区也会出现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因此，周末的户外活动要提醒大家事先准备雨具备用。而在海边，除了台南以北有机会出现8到9级的强风之外，周六晚起到周日这一段时间，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也有常常出现的几率。因此，在周末从事海边活动，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安全。再来，咱关心疫情。卫福部长陈时中昨证实，咱台湾已经伫咧 COVAX 这个国际平台成功签约，真紧就有机会摕到 COVID-19 的疫苗。台湾按算伫咧10月份会付定金。那陈时中是讲，伊对 COVAX 这个平台分配疫苗这部分真有信心，而且伊也强调，台湾袂去使用中国製的疫苗。准讲咱台湾真正顺利摕到这疫苗，差不多有60%的台湾民众就会使来做。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伫拖，疫苗也未上市，世界各国已经开始要抢买啊！未来疫苗分配平台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即阵大约有156国加入，台湾也是其中之一。卫福部部长陈时中早起在立法院闭巡时表示，已经甲这个平台成功签约。115亿要来采购疫苗。想要请教一下，那规划如何？跟 COVAX 我们大概9月18号已经签约了。好，那大概10月初，我们大概就会付定金。不过，要立委这期敢讲签约就法度保证摕到疫苗，什么时阵会摕到疫苗？但市长并无明讲。不过，这阵会确定的就是对疫苗公平分配已经有信心。台湾确定等得到吗？到底要等多久？那会不会到时候会受到一些国际政治力的干预，让我们没有疫苗可以打？这个平台应该政治力的干预不多。所以对于公平的分配这一点，我们是绝对有信心。我们不选择中国的疫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连祥表示。COVAX 甲所有进入临床试验大厂拢有签约，即阵全球大约9个疫苗进入临床第3期，也毋过即阵拢也未完成，所以讲无法度确认什么时阵会摕到疫苗。这是全球拢拄到问题，也强调若是成功买到疫苗，也毋是人人拢输得到。包括医事人员呐，25岁以上还有50岁以上的这些，都有列出一些优先的对象了。大概类似像流感这样子含总人口的60%左右。
1358万。另外，伫疫情部分，指挥中心2月也公布，新增加一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是30多岁男性菲律宾籍移工，即阵住院隔离中，国内总计510例确诊病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了解咱的健保，为好保障召开健保总金额的协商会议，因为咱台湾人口老化情形严重，为好保估计到明年的年底，咱的健保费费用总开销就会超过771亿。未来健保费是毋是会起？健保署按算伫咧11月份来进行讨论。经过10点半钟讨论，满年度的健保总额协商会议将完成。由台湾人口结构老化带动医疗服务需求增加。根据健保会估算，健保总额已经对107年大约大票6853亿，每年成长到109年的7526亿。亏损继续扩大，预计今年底收支欠缺金额达到676亿。若是以行政院核定的总额成长率下限2.907%来推算，安全准备金在明年底就无法达到上计标准1个月。成长率下限2.907来计算的话，安全准备到110年底会无法符合我们最少需要维持1个月健保支出给付支出的一个规定。在这么艰巨的一个财务压力下，怎么去达成一个协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依据健保法规定，若健保安全准备金在1个半月以下，就必须重新检讨汇率。若以健保会推估，明年底准备金敢若剩0.54个月，会符合起价标准。健保会讲，在不面临困难条件之下，这摆会议在起考、中医问诊甲其他预算拢达成共识。而病院总额、生意基层总额无得到共识的部分，会以2案共同停息方式报请卫福部来决定。西医基层希望能够增编 COVID-19 的相关预算。那这个就是付费者觉得，这个 COVID-19 呢是法定传染病依法应该由公务预算支应，而且政府也编了有一些特别预算。健保会强调，这阵汇率是不是起价也未定案，预计10月23开会定案了后，会报予卫福部，11月中会开会讨论汇率，而是不是会斗阵来讨论调起的部分负担，会看健保署是不是提出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同款是疫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昨估计，全世界去获得新型冠状病毒，而且死亡的人未来恐惊会达到100万人。呼吁各国就要有心理准备，而且要团结斗阵来抵挡病毒。根据统计，即马讲美国确诊的个案已经超过700万例，那欧洲这边疫情也无转好的趋势。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接近100万例。世界卫生组织25表示，若无采取更加严格防疫措施，死亡人数恐惊更加悬。Losing 1 million people in 9 months, and then we just look at the realities of getting vaccine out there in the next 9 months. It's a big task for everyone involved. 1 million is a terrible number, and I think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at before we start considering a second million. 世卫认为，目前各国依然应提悬疫苗量疫调整方式来减缓疫情。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感染人数超过3238万例，死亡超过98万例。其中，美国确诊人数超过700万例。这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皮马郡，郭冰冰协助民众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各同时体检新冠病毒。这周24通报单日新增加确诊566例，当时有34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有23州通报确诊数升悬。法国马赛加多宣布相关级别的极度警戒，所有餐厅甲酒吧28开始全部关起来。业者25上街路抗议防疫措施太过严格。不过官员表示，防疫措施是必要，不是凊彩做。目前欧洲正在控制第2波疫情。CNN 报道，英法2国14通报自疫情以来单日新增加确诊数上悬。全欧洲的大学出现大量确诊病例，甲开学迎新 party 有关系。比如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就超过100名学生确诊，已经有学生提出警告，唔通举办 party， 另外也唔通参加家庭以外社交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受疫情影响，有侪活动是拢取消，无得延期。伫咧美国 New York Times Square 时报广场，逐年拢有举办这新年庆祝活动，即马讲已经举办114年啊。不过今年主办单位是宣布讲要改伫咧线顶举办。另外，伫咧美式百货的感恩节游行也无要开放，互民众入去现场参观。啊，那伫咧巴西嘉年华会，明年讲会宣布先暂时延期，看疫情安怎样变化，再个来决定。这是纽约时报广场头前，民众欢喜迎接以控制跨年为名，不过近底确定是看无咯。新冠疫情大流行，跨年主办单位时报广场联名23宣布，为避免病毒拓开，倒头算活动改为线顶虚期举办，取消实体跨年庆祝活动。这是自1907年开办到即马114年以来头一摆。往年啊，伫民众倒头算声音当中，水晶球会慢慢降落。也大量的彩带甲纸花，同时也会放烟火。今年广场只开放转播工作人员进入翕水晶球降落仪式，民众可能透过下载替代 App 的方式伫线上看。另外，纽约另外一个传统盛事美式百货感恩节大游行也宣布改为只限伫电视甲网络顶端转播，也就是无开放现场观众。主办单位大减参加人数75%，爱挂翠安保持社交距离，各禁止18岁以下参加。Em função de toda essa insegurança e instabilidade em relação à parte da área da ciência, de não saber se lá em fevereiro vamos ter ou não a certeza de uma vacina, nós chegamos à conclusão que esse processo tem que ser adiado, não temos como fazer em fevereiro. 巴西疫情严重，死亡人数是全球第一。巴西嘉年华游行主办单位里约热内卢圣巴姆学校14日宣布，原定自2021年2月定定的游行延后举办。目前无明确日期，不过为避免影响一届游行上班会伫2021年1月举办。Today we're continu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upport the workforce, support jobs, livelihoods throughout the crisis. 英国为控制疫情，宣布为24开始，英格兰地区的酒吧、餐厅甲其他娱乐场所，今日营业到暗时10点，时间一到，伦敦的顾客搁较唔情愿，也只好离开。And so my fear is, after a lifetime of work to get to this point, 45 years in this industry, I'm going to have everything taken away from me because I can't see beyond January. I just can't see into the future. It's an ever-changing field. 英国首相强生日时表示，新的防疫措施会使经济更较艰难，不过政府已经推出相关的就业补贴政策，协助降低病例，也爱让企业继续度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韩这边，顶日南韩有一个企业部门的公务人员，那亲像是去外考北韩，转去互北韩枪杀。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南韩是谴责北韩的行为。当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昨是正罕得出面向南韩回失礼，讲这款的代志，让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南韩的人民感觉真失望。南韩一个公务人员顶日疑似想要投诚北韩，却去互北韩的军方开枪弹死，遗体还阁互火化，引起南韩政府强烈的不满，批评这款恶霸的行为。因那北韩几日间拢无讲啥。南韩国防部2号证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真罕见向南韩回失礼。우리 측 수역에서 뜻밖의 불미스러운 일이 발생하여 문재인 대통령과 남녘 동포들에게 커다란 실망감을 더해준 데 대해 대단히 미안하게 생각한다는 뜻을 전하라고 하셨습니다. 洪大时的这个南韩企业公务员2日坐巡护船去延平岛执行海顶的任务的时阵，常常失踪无看人。南韩警方介入调查了后，发现讲伊疑似想要渡海投诚北韩，不过北韩发现伊了后，是以阻挡新冠病毒边境防疫的规定，远距离开几啊千个弹死。针对这点，北韩是有回失礼，不过嘛强调讲，因并无甲遗体火化。 우리 군인들은 불법 침입자가 사살된 것으로 판단하였으며 침입자가 타고 있던 부유물은 국가 비상 방역 규정에 따라 해상 현지에서 소각하였다고 합니다.
这个公务人员去用单视的事件引起外界的关注，敢是会影响到两汉的关系。若北韩对违法通过两汉边境，无论是脱北者或者是脱南者，通常拢是以遣送回国的程序来处理。若金正恩执政到今，至少已经有超过20个想要投靠北韩的南韩人去互遣送转去。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甲镜头转转来台湾来看高雄的消息。高雄租霸集团伫咧2017年到2018年期间，利用人头市价去租厂房甲土地，再去甲清运业者直接，甲即寡大型的粪扫啦、废弃物，也阁有遮的粪扫拢拆去遮的厂房甲土地。等到地主发现的时，人是拢走了，无看的人啊。环保局清查高雄市有14笪，计共2万多吨的粪扫。桥仔头地方法院是判这3个嫌犯上当10年的有期徒。为大门看入去，仓库内底藏的不是机台，是大量的废弃物。不止工厂内底粪扫满到2楼仓库，阁有较侪粪扫满出来，伫外口蹲成一个粪扫山。这全部拢是被租霸集团恶意骗的。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只是以为也是仓库要放东西的，对啊，是后来才知道是放这些废弃物。在燕巢政府大社区顶24个所在，拢有地主受害。租霸集团过体会顶3个人，四个用人头租厂房土地，率去甲有清运废弃物需求的厂商接触。2017甲2018年，大量收塑胶、五金甲废料这的塑胶废弃物，个联络大货车运废弃物进场拼，捞2万多吨废弃物。地主发现仓库被蹲满粪扫，求助无门。桥头地院重判郭铁伟10年徒刑，陆英忠甲黄正凯5年甲6年6个月徒刑，专案也个人上诉。承租的厂址堆满废弃物，致使被害人遭受严重的损失。为了避免污染扩大，又必须由环保机关先代为清除，形成他人犯罪赚取不法利益，由全民负担的不公平现象。目前为止，这14个厂址4个已经清理完毕了。那6个目前为止正在清理中，那还有4个部分，我们还等待犯罪的人还有地主的部分，或者是侵业者的部分，提出他的一个清理计划。会议透过谈判，希望对不少民众有协助作用。环保局表示，检测这废弃物被对土甲环境造成立即性的污染，所以无限期清理。不过，什么时阵用清理了？除了受害地主有苦难言，附近居民也烦恼。去年10月，林恒仓库火警意外，会伫家己厝内底附近定险，结果会真歹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新式，相信有袂少观众朋友都捌看过真经典的电影，叫做《007》。即阵有一份研究呢，就针对这内底这个主角 James Bond 来做研究。讲即马伫咧世界上要真正找到一个叫做 James Bond 对英国来的间谍。不过这份研究讲，其实电影内底演过 James Bond 的人，比实际上这个人也更加厉害。My name's Bond, James Bond. My name's Bond. James Bond。为第1代是恩康纳来到即马第6代丹尼尔·克雷格。50多年来，007系列电影男主角换几啊个，不过这句台词从来无换过。The name's Bond. James Bond. The name's Bond. James Bond. 超过半世纪，大部分人拢认定这个名字是小说甲电影内底虚构人物。不过事实上，冷战时代确实有一名英国间谍叫做詹姆斯·庞德。俗称英国军事情报局第6处的秘密情报局 SIS， 掌管英国对外机密情报任务，由外交大臣管辖。在1964年美苏冷战上高峰的时阵，当时36岁詹姆斯·庞德派去波兰，名气上是英国大使馆的机械武官，实际上负责试探前苏联在波兰的军力部署。W latach 1964-1965 pracował w ataszecie wojskowym. Podróżował troszkę po Polsce. Był w Białymstoku, był w Olsztynie. Tam interesował się obiektami wojskowymi. 唔知是巧合也是故意，真实的詹姆斯·庞德奉派去波兰，已经是第一部007电影第7号情报员放3长年后，詹姆斯·庞德这名早就真红。所以，真实詹姆斯·庞德入境，无可能无引起波兰反情报部门的注意。
电影当中的主角身躯边有真侪美女做伴，根据东汉研究员的讲法，真是詹姆斯庞德甲希格金波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美女真有兴趣。因为当年这位英国间谍的刑事作风完全无符合保持低调情报工作基本要求。在波兰反情报单位严密监控之下，詹姆斯庞德任务以失败收场。搁伫到波兰无满一年了后，1965年1月，就被调回英国继续伫军中服役，一直到退伍。伊伫2005年过身，享年77岁。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如何？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23度到30度；金门、平阳、马祖23度到31度。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会咱再会。日本人气漫画改编做动画影片的《奇奇冒险日记》要大呀哦！个性好奇又搁真爱世界佚佗的猫咪奇奇，甲伊上喜欢的山顶一家伙仔，因做伙生活。奇奇的生活冒险内底有啥物好耍的代志？10月10号开始，每礼拜六公司台语台，咱做伙来看《奇奇冒险日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的秘书啦。咱今仔日要讲会当互咱增加更较水的胭脂水粉。胭脂水粉，汉字写作胭脂水粉，罗马字写作伊烟烟、滋伊滋、滋味水、好运粉。胭甲脂拢是第一条，水甲粉拢是第二条。胭脂是古早时的口红，点一寡伫嘴唇，人看起来较有元气，嘛较水。看你是要令果红、气泡红、红包红的色，拢会使哦。水粉咧抹时，就温和小看淡淡，粉才会调。所以叫水粉，薄薄的、酸塌塌的，面看起来就较白，看起来皮肤嘛较好。天气热，酸较袂调，面阁会流汗流甲油腻嘞。这时阵用这碰粉就会较好势。碰粉嘛叫做芳粉，新德的芳粉真出名，所以嘛有人直接甲叫做新德粉。现代人化妆的技师愈来愈多，洗面了后就要先用化妆水甲面大大的、高高的cream薄薄啊，甲抹一圆，过来抹二霜、隔二霜，刷落来画白白，上眼妆、叶目睭毛。出门进前拢爱洗妆打扮真久。俗语讲：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虽然洗妆打扮会当互人对咱的印象加分，不过上重要的也是爱做善良的人，存好心，做好代。这款对心内表现出来的水，更较互人感动哦。六、胭脂水粉、碰粉、芳粉。
日霜、芥梨霜、叶目酒毛、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我胭脂水粉装头好势，家己看嘛欢喜。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